雅各书第1章，做上帝甲主耶稣基督的奴仆的雅各，请四线点伫12个支派的人的平安。我的兄弟啊，恁落伫百般试炼中，拢着掠做大喜乐，因为知影恁的信心经过试验，就生吞忍，但是吞忍也着成功，互恁成全完备，毫无欠缺。恁中间若有欠缺智慧的，应当求迄个大事互众人，也无责备人的上帝，主就的确赐互伊。只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仔毋通犹豫，因为迄个犹豫的人，就亲像海中的涌，互风吹动翻腾。即款的人，毋通想对主耶稣得到什么。心怀仁义的人，伫伊一切所行的路顶，拢无定见。卑微的兄弟升悬，就应该喜乐；富足的降卑，也应该安尼，因为伊的确要过去，亲像草顶的花一样，日头出来，热风吹去，草就孤单，花也的确谢，美容就消无。遐会富足的人，伫伊所行的事上，也要安尼衰残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气，因为伊经过试验以后，的确得到生命的冠冕。这是主应允互遐会听伊的人。人受试探，毋通讲我是互上帝试探，因为上帝袂话互歹试探，伊也无试探人。总是逐人受试探，就是互家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。私欲既然怀胎，就生出罪来；罪既然忠诚，就生出死来。我亲爱的兄弟啊，毋通看错，逐项美善的恩赐，甲逐项招庇的赏赐，拢是对顶头来的，对众公的老爸迄位降落来，伫伊并无改变，也无转动的影，依照家己的旨意，用真道生咱，互咱伫伊所造的万物中，亲像初熟的果子。我亲爱的兄弟啊，这是恁所知影，但是恁逐人着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讲，慢慢的动受气，因为人的受气，并未成就上帝的义，所以恁着脱去一切的污秽，甲盈余的邪恶，存温柔的心，领受所栽种的道，就是为救恁的灵魂的道。只是恁着行道，毋通单单听道，家己欺骗家己。因为听道若无行道的，就是亲像人对镜看家己本来的面目，看见行了后，随时袂记得伊的相貌怎样。只有详细才看迄个全备互人自由的律法，并且时常安尼，这个人既然毋是听了就袂记的，就是实在行出来，就伫伊所行的事上，的确得到福气。若有人家己掠做虔诚，却无掠条家己的节，反倒欺骗家己的心，这个人的虔诚是假。伫上帝咱的爸的面前，迄个清洁无拍拉衫的虔诚，就是看顾伫患难中的孤儿寡妇，
并且保守家己无沾染世俗。